有立委认为讲，亲像铁虎、山猪条这款物件，应该爱全面禁止使用，所以准备要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来进行修正哦。早起立法院嘛进行审查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讲，一部分支持，也毋过哦，针对会影响到农民甲原住民权益部分，伊是认为讲爱去参详。台湾乌熊无细只打着陷阱，空喙烂去，甚至是骹跋断去。过去动保团体呼吁真侪届，应该爱全面禁止铁虎、山猪条这款陷阱。透早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审查野保法相关条文修正案，提案的立委强调讲，这牵连到台湾的国际形象。当这样的画面，不论在国内的媒体或者国际的社会大众看到之后，我相信对台湾的国际动物保育的这样的形象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农委会同意禁止铁虎，不过若要禁止山猪条，态度就较保留啊，因为山猪条影响农民甲原住民的权益。另外，条野嘛有立委认为讲，野生动物放生的定数、种类、数量甲区域都应该爱制定统一的办法，希望来限制放生的行为。动物保护法、渔业法、国家公园法、湿地保育法、地方自治条例等多头马车，反而会造成是大家都管，大家都不管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强调，法规已经有够较全，建议维持现有的条文就好。民进党立委陈登辉批评农委会对放生的问题太过消极，强调应该爱修法，而且更爱加重处分。可是你们并没有 SOP 去查这不行的东西，造起就是造起，你拢用一句话家己造起啊！你们一直都用乌龟心态在对于这一件事情。毛立委关心农委会先做农业部了后，当时会当正式挂牌咧。立委陈吉仲表示，大概是7月底到8月，佮需要报请行政院开trình。记者林静梅、谢基文台北报道。